店鋪偷嘢喺香港會點判？如果喺店鋪順手牽羊，即係偷嘢，會面對咩法律後果？喺香港盜竊罪條例列明，任何人若不誠實地取去屬於他人嘅財產，意圖永久剝奪對方對該財產的擁有權，即屬犯罪，即係偷嘢，最高可判監10年。不過喺裁判法院審理嘅一般盜竊案件，特別係店鋪盜竊，法庭會根據案情輕重、被告背景同埋社會報告作出合適判刑。如果案件係屬於機會犯案，即係即興犯案，金額唔高，貨品已歸還，而且被告係第一次犯法，冇案底，又表現出悔意，法院通常唔會即時判監，可能會判罰款、社會服務令、感化令，又或者簽保守行令。但如果有下列情況，就有機會加重刑罰，例如曾經有同類前科、偷竊價值高昂商品、犯案手法有預謀，又或者係職業性偷竊。根據記載，嚴重或重犯嘅店鋪盜竊有可能被判短期監禁，介乎7日至3個月不等，嚴重者更可判更長刑期。法院亦會考慮一啲減刑因素，包括被告有冇即時認罪，有冇主動歸還財物，有冇表現悔意，同埋有冇家庭或心理壓力影響犯案。簡單嚟講，順手牽羊係刑事罪行，即使貨品價值唔高，仍然可能要上庭甚至坐監。如果真係犯咗錯，記住第一時間揾律師處理，同埋向法庭誠懇認錯。法院係會考慮俾機會改過。呢一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歡迎分享俾有需要嘅人。我係葉謝鄧合夥人謝連忠律師，多謝你收聽。葉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